关心规台湾各地种果子的人，拢赶紧采收。像讲苗栗县大湖乡新兴梨啊，产季要煞，一寡落掉的梨啊也未熟，赶紧用铁线绑好条。另外，还有分林的木瓜、花莲的柚啊，拢也未当采收，先共款绑好絚，减少损失。花莲出现一阵的风雨，这个柚仔园的柚仔是31年的老长，今马风雨网拢已经搭起来啊。农民讲，过2礼拜才会当收成，因利用18张果子来做实验，发现有大网啊柚仔干那会落2-3成，啊若无大网啊会落7成以上，所以先做风雨的准备真正是足重要的。希望它掉果的情形比较少。那其次就是出网，那没有挂网的呢，就当然是很惨。来到大湖乡新开村的梨仔园，四面有山保护，不过农民嘛是唔敢凊彩。伫果子园搭铁网啊，主要是希望树啊拄到大风雨，袂摇甲伤厉害，互梨啊落落来。台风进来，它比较会避风一点点。农民讲大湖新兴梨产季得要过啊，桥北城的梨啊拢已经收落来啊，不过树仔顶也是有真侪梨啊，也未到210天以上，品质甲甜度拢无够。就算风台要来啊，嘛是坚持扛咧唔收成。就算什么台风来也一样，还是会留在树上，成熟度有够才有采下来。同款的情形伫分林县拿来乡的姓岩的农民种3分半的木瓜园，虽望伊的网啊已经算是强化型的啊，会当挡12级的风，不过也是爱甲锁啊绑好絚，互鸡啊较稳的。另外，佮甲一寡叶啊挽掉，互树啊食风的面积袂遐尔大。加强型的，较抗风，较唔惊风台。农民讲木瓜是千斤的农作物，真惊积水，所以嘛加强排水的设施，这点啊疏忽就有可能会造成几60万的损失。尽全力做好防台准备，唔敢放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